遐台北有一间诊所去互指控违反劳基法，就有一个护理师表示讲上班15天了后，说讲伊无通过试用期，也这15天的薪水算是训练，所以无要互伊钱。即马劳动局当咧调查。透早就未少人来看病，门口大诊疗项目是真多。这是台北市在地服务10年左右的家医科诊所，不过即马刷标出入住证据。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却跟我说，因为试用期的关系不入用，所以我这个月做的工作是没能拿到我该有实有的薪水。那我听到其实蛮受伤的。当事人被小姐指控来工作了后，诊所就要求伊签职前训练同意书，期间拢有做护理师专业工作，包含抽血、管理药品等。想要到伫做15天了后，被小姐却被告知无过试用期，而且因为是职前训练，所以无薪水。他做的这些内容，其实都已经实际上在提供劳务，而不是单纯的接受训练而已。那这种情形之下，依照劳基法里面的要求，你是实际在提供劳务工作，那诊所本来依照劳基法的规定，就应该提供薪资给他，而不能用职前训练同意书来做规避。双方入住前期，被小姐透过律师向台北市劳动局申诉，劳动局伫8月19发起路检，确认诊所有加班费无付，差不多欠1,000左右。另外，针对个案是受劳动保护薪水状况，也伫9月16号发动路检，不过结果还未出来。诊所这边有很明确的，就是做一个说明。那双方对于劳雇关系的一个说法，确实是说法不一。那所以的话，我们目前还在认定中，并没有去认定说这个是具劳雇关系或是不具劳雇关系。针对被小姐的指控，诊所也未回应，敢若表示院长也咧看病人，不过劳资双方讲法拢无同，敢若希望劳动调查结果能赶紧出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